各位弟兄姊妹，今年裏邊，我哋教會邀請咗唔同嘅同工同埋執事，為大家每日讀出不同嘅經文，鼓勵弟兄姊妹可以按着當日嘅經文，喺你另外嘅時間繼續去閱讀同埋默想，讓我哋喺今年2025嘅預苦期，能夠與主同行。各位弟兄姊妹，主內平安。今日咧係3月28號，我哋今日咧去選讀嘅經文係民數記6章1至12節。呢一段嘅經文咧係講述要宣誓作拿細耳人嘅人咧，佢哋需要遵守一啲嘅規條啦。如果喺呢一個立誓期間，佢哋玷污自己嘅身體嘅時候咧，佢哋係需要獻祭。咁而詳細嘅內容，請大家咧去收聽以下嘅經文。民數記6章1至12節，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曉諭以色列人說，無論男女許了特別的願，就是拿細耳人的願，要離俗歸耶和華，他就要遠離清酒、濃酒，也不可喝什麼清酒、濃酒做的醋，不可喝什麼葡萄汁，也不可吃鮮葡萄和乾葡萄。在一切離俗的日子，凡葡萄樹上結的，自核自皮所造的物，都不可吃。在他一切許願離俗的日子，不可用剃頭刀剃頭，要由發綹長長了。他要聖潔，直到離俗歸耶和華的日子滿了。在他離俗歸耶和華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屍。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姊妹死了的時候，他不可因他們使自己不潔淨，因為那離俗歸神的憑據是在他頭上。在他一切離俗的日子，是歸耶和華為聖。若在他旁邊忽然有人死了，以致沾染了他離俗的頭，他要在第7日得潔淨的時候剃頭。第8日，他要把2隻斑鳩或2隻雛鴿帶到會幕門口，交給祭司。祭司要獻1隻作贖罪祭，1隻作燔祭，為他贖那因死屍而有的罪，並要當日使他的頭成為聖潔。他要另選離俗歸耶和華的日子，又要牽1隻1歲的公羊羔來作贖愆祭，但先前的日子要歸徒然，因為他在離俗之間被沾污了。當我哋聽完以上嘅經文，知道要去宣誓作拿細耳人嘅人，佢哋有好多需要注意，甚至乎要禁戒嘅事物。而我哋亦都可以做啲咩嘅事情嚟到表明我哋已經奉獻自己歸給上帝呢？邀請大家繼續去思考同埋默想。鼓勵你繼續用今日嘅經文，喺今日唔同嘅時間去搵空間再繼續默想，我哋繼續與主同行。